好，感谢大家对阿娘姐的挂菜饭开始有趣味吼。阿娘姐也专门煮挂菜，较早挂菜吼实在有够济个啦，都爱想办法要安怎做料理。我今仔日要来做一个阿母的挂菜。 凉拌炒都足好食，真足看，即马开始来做。这就是挂菜架，咱即马要摕起来吼，这个吼，咱即马即种洗清气啊，才甲伊泡起来。看咱要教安怎做，即马先来教看讲安怎料理。 这内底吼，拢瓦萨比的味哦，这是天然的哦，毋是有掺瓦萨比哦。咱要做凉拌，凉拌就是掺蒜头，糖差不多毋免一匙，安尼就有啊哦。毋免偌济哦。 若无够咸，咱就掺一点仔盐。咱若凉拌做好的时阵吼，咱再炒鱼，再甲伊放点面顶。安尼就好啊。 凉拌挂菜，我即摆要来教看安怎做法咯。咱挂菜买回来时阵是规丛嘛，你对叶啊先甲伊剥掉，就剩一支骨，像安尼，吼，咱才来甲伊，吼，一叶一叶甲伊用起来，吼。 即马爱甲伊洗互伊清气哦。咱即马要摕起来煮的时阵，都拢无洗啊哦，所以咱一定爱洗互伊清气。再来吼，咱来准备一个玻璃瓮啊。玻璃瓮啊，时间整，无打嘛袂要紧，因为咱这是要泡水，洗好嘛毋免倒打水，你着甲放落去这个瓮仔的内底，甲伊贴落去好。 过来，加爱下一个水，这个水袂当互伊大滚起来哦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，袂当伤滚哦，安尼水就爱浸起来，吼。这个盐差不多爱3匙，比咱咧掺菜较咸一点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。拉互伊散，拉互伊散，吼。 即马滚的时阵吼，滚，全啊甲伊淋落去了，淋伫这瓮仔内底落去。假使咱家若无玻璃瓮啊，咱若是有啥物容器，有灰的啦、鼎啦。 只要爱有挂，面的无挂吼，咱就像拄则安尼，水下滚滚，差不多80度，甲75度，安尼就会用哩啊，吼，安尼就爱好甲淋落去，淋落去，伊拄伫咧呛烟的时阵，挂爱紧扛起来，伊要利用迄个烧气，安尼甲伊翕咧，哦，明仔载若掀开，即个瓦萨比的味，足香的。你若大声要摕起来。 看是要炒，还是要先食凉拌？摕起来，遐水毋通倒掉，同款爱搁浸咧哦。浸到才食完，水才会用倒掉。摕起来一定爱搁烘咧，才袂飞啥物入去，伊就会歹去。会记哩哦，这是真重要的。4、5天就好啊。若爱食，咱才搁做。若要食古早味，
来问阿娘子啊，无人知哦。挂菜炒三肉，来，咱共阮拄则遐挂菜嘛吼，啊，咱就摕即挂起来做凉拌，啊，剩的吼，咱就来用炒。咱开始，即马饼爱先来热，啊油爱放落吼，这个姜爱先来添汤。这是辣椒，这个不会很辣啦，这个吼就是做色，不会很辣。再来三肉，这三肉吼，看你要用三层肉嘛会用的啦吼，在你看你感觉你用什么肉，你较爱，你就用什么肉。爱炒好些哦，因为点菜落去吼，真紧，炒一下就好啊。因为点菜你若炒伤久，伊会烂去就无好食。胡椒，酱油。一定爱酱来摊一下，啊，个点菜放落去。